惠州適唔適合養老？成日有深圳同香港朋友問我，惠州呢個城市究竟係點樣嘅？咁阿輝係惠州本地人啦，出生以嚟一直都喺呢邊嘅。今日就從呢個惠州嘅一個氣候、交通、物價以及生活配套同埋個房價嚟作為一個全方面嘅一個分析，優缺點都同你講明。咁有想過嚟惠州定居嘅朋友啊，咁希望我哋呢一條視頻啦，對你係有所幫助嘅。咁首先第一個就係氣候啦，咁惠州係屬於一個亞熱帶嘅一個季風氣候嘅，咁常年嘅平均溫度咧大概係22度左右，咁夏天嘅時間咧比較長啲，冬天嘅時間就比較短啦。咁從整體嚟講啊，氣候都係比較溫和嘅，但係惠州每年冬天都係有一小段嘅時間係比較凍嘅喎。咁保持都係大概係10幾20日度啦，咁過咗呢一段時間就會比較好啦。咁冬天可能仲係三亞會更加舒服啲嘅，但係整體嚟講，三亞比較熱啦，咁好可能好多人都頂唔住嘅。咁三亞咧，其實作為一個海邊嘅城市，其實更適合度假多一啲㗎。咁因為我哋惠州咧同深圳係兩隔離嘅，氣候都差唔多，好多人喺深圳工作咧，都係會將個父母啊從老家嗰邊接到惠州嚟養老嘅。然後惠州嘅空氣質素啊，真係冇得講啊，基本上都係名列全國前3嘅，冇咩污染。除咗今年啊4月份嗰陣時啊，從北方嗰邊有一個霧霾天氣咧一路過嚟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到惠州啊係有個中度污染嘅。咁第二個就係交通啦。咁其實惠州嘅地理位置係好好嘅，咁同深圳啦、東莞啦以及廣州都係挨住嘅，咁去香港都係好近嘅一個距離，揸車1個鐘頭。咁基本上去到珠三角呢啲地方，其實都係1到2個鐘頭都可以去到比較大一啲城市啦。但係成個惠州咧，佢係冇地鐵嘅喎，咁只有高鐵啦。咁一般去其他啲地方啊，坐高鐵係好方便嘅。如果喺惠州市區入邊啊，我哋都可以選擇坐公交車啊，或者係選擇自駕嘅方式，會更加方便。咁長者基本上喺惠州呢邊搭公交車都係免費嘅。咁既然嚟到惠州養老啊，其實都唔使日日話去搭翻個地鐵去到深圳啦。咁選擇一個配套好嘅樓盤喺自己屋苑啊下邊周圍活動就可以㗎啦。咁可能啦都係好耐先至會出一次遠門嘅。咁特別係好多啲深圳啲老細啊，會將啲父母安排喺惠州呢邊養老，比去大理啊、北海啊、海南呢啲地方啊，會更加方便嘅。咁深圳啦嚟到惠州啊，開車1個鐘頭到就可以到啦。咁隨時隨地可以過嚟呢邊探望下父母啦，順便帶佢個細蚊仔嚟呢邊度假都好方便㗎。咁如果話太遠嘅地方啦，路上係真嘅辛苦啊，好似節假日嗰陣時啦，機票又貴，高速又塞車，所以話仲係離父母比較近嘅地方啦，會更加方便嘅。咁第3個點就生活配套啦。咁其實講到配套，好多人對惠州係有少少偏見㗎，因為好多人將呢個養老同埋呢個度假係混淆咗嘅。咁又想要個海景房嚟度假，面朝大海啊，四季花開嘅，又有想隔離有個3甲級醫院、大商業喺呢邊，咁其實係兩者係好難見得嘅。咁如果有啊，咁海邊嘅房價都唔係而家幾千蚊啦，係嘛？咁所以話好多人睇完話海景房之後呢，又覺得惠州嘅配套唔得。咁其實惠州好多啲生活配套係好好噶。咁至惠州一樣係有三寶會員店啦、沃爾瑪超市啦、萬達廣場啦。只不過你睇到嘅海景房冇。我哋養老啊都係一個長期居住喺呢邊嘅，我哋要將個配套擺第一位，買餸方唔方便，食飯方唔方便，仲有好嘅醫院出行都係要方便嘅。咁呢先至係養老最重要考慮嘅一個點啊！但係度假就冇所謂啦，畢竟幾個月嚟一次，過嚟睇下個海，食下個海鮮，釣下個魚，咁就翻去啦。配套就冇咁重要嘅。咁我哋惠州配套比較好嘅區域呢，第一個係呢個惠城區啦，仲有一個係林森片區嘅。咁呢兩個係好多人養老會優先考慮一個板塊。咁呢個係主城區啦，呢個係離深圳比較近嘅。配套之類，但又都係跟得上嘅。仲有最重要一個點啊，就係養老一定要揀翻一個3甲級醫院離得比較近嘅地方。以後有個頭暈身嘅啦，自己打部車行多2步就可以去到醫院檢查，都係好方便嘅，就唔使話麻煩個細蚊仔嚟到呢邊接送啊，咁都方便好多啊嘛。咁到第4個點啊，就係呢個物價嘅。咁惠州嘅物價其實都係比較接地氣嘅，就同普通嘅嗰啲地級市啊，其實物價差唔多。以及我以前喺深圳嗰邊上班，好似前幾年喺嗰邊食個腸粉啊、雞蛋腸6、7蚊。咁其實惠州呢邊好多地方都係5蚊嘅一個價格㗎。咁平時去買餸啊、食飯之類嘅，比深圳仲要低翻一啲嘅。可能喺惠州呢邊個店面呢個租金比較平，人工都比較平，幾個原因。另外提醒下，惠州雖然話有好多海灣啊，但食海鮮都唔係隨便你砌㗎。如果話去唔熟嘅海邊啊，尤其係嗰啲旅遊區一個大排檔啊、海鮮酒樓啊，食親海鮮都係幾重嘅。咁特別喺海邊呢啲旅遊區，好多啲嘢都會比其他地方貴。想食海鮮一定要揾翻嗰啲口碑比較好嘅啲大嘅店啦，或者係上翻個美團啊、抖音團購睇翻，其實都 OK。
咁到咗第五個點就係惠州呢個房價。咁其實惠州房價真係好平。咁對比深圳附近嘅幾個城市啦，惠州係最平。好一啲嘅地方，好似林森嘅居委啦，大概都係1萬蚊左右。而家門檻都比較低，首期幾萬蚊就可以上去，仲可以買到一個三房嘅。咁月供咧大概都係3000零蚊度，同深圳嗰邊租翻一個農民房嘅價格差唔多嘅咧。咁好似海景房啦，3、4萬嘅一個3、40萬呢個總價就可以買到好唔錯嘅一個單位啊。咁你喺惠州啦，整體生活節奏都係比較慢嘅。如果自己住都係好舒服嘅，而且我哋惠州樓盤基本上都係配帶學校嘅，咁小區入面仲有湖啊，大型嘅呢個商業啊，就按照呢啲居規模嚟講，基本上我哋消費都唔使出小區。好似呢啲樓盤買嚟用係好唔錯㗎，而且可以將個細蚊仔安排喺惠州呢邊讀書，咁俾個父母嚟呢邊幫手湊下個細蚊仔上學喺自己屋苑入邊就 OK，一站式解決。OK，咁我哋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啦，咁都做呢個本地到房地產都有多多少少都差唔多10年，對於惠州嗰個區域都係比較熟悉嘅。咁如果你係對於嚟惠州養老係有一個規劃嘅，咁我哋先諮詢下，歡迎大家嚟到呢個美麗嘅惠州。